你看到美好的色相，你聽到美好的音聲，生起一念菩提心，生起布施持戒心。若此心住攀緣中，便隨境生隨境滅，如同來去的客人，不會長久地聽見。若此心生依道理，發自內心真願望，這便是常住真心。主人客人要分場，若善根安住真心，依止不滅的本性，成就如來密因修證了義，成就手陰陽和萬行。本經先講安住問題，菩提修應如何安那？再講漂浮的問題，降伏內外諸魔障。先求安住再跳伏，這是修學之重點。受陽陽黃沙飛路，堅固不壞之關鍵，讓善根安住真心，依止不變的本性，成就如來密因修證了義，成就手陰陽和萬行，讓善根安住真心。